一代人上的学东西的力量、能量是得有一体呢。园林轮背嘅周恩客，佢当然日本好多人同化为廖英杰，而系一代珠宝包装盒工厂的头家，咪系轮背图书协会的会长。而中年呢，以名气自家常常听表系的模拟，以前用好外国化的方式录音下来，一句一句听人讲，里面还能讲出自家写歌词。创作嘅几首经嘅周恩客家歌，用唱嘅方式来学，一种热情也影响到耶路卡人。而家轮背地区嘅文化活动还会推进做歌手供养，有请伊上台唱歌嘅。来看那一条条嘅周恩歌嘅，係用嚟唱起来嘅。细细的小舞。落搭起欠的街路，北风吹，来到天头的四七七九，大中下做事的你，江风无力，打作起舞。富民海北的故乡，七欠的街路同天桥。嗰一度講嘅係，這樣是這樣行年賽前的歷史，也係廖英傑頭一條創作，還有情景嘅意義。當初我在想說，我要寫第一首歌，我可能就是我的目標，當初是只要寫一首歌，因為第一首歌我已經寫了半年甚至10個月，我還沒有辦法把它完成，所以我的想說，那整個這一條歌，它的內容應該要跟當地有關係。2-3年來，廖英傑總共完成4條周恩歌，兼咩文史工作者，平常時還有自家投入愛做，按認真創作，是咩想轉型做歌手，佢創作想法是想學講客，尤其一度寫一次到，無以當珍貴。來這，來，莫個按個殺處理嘅，好，過來。長古都台山石海，陽光無限度嘅真理。雖然佢做頭家，也只咪變業嘅關於頭3名嘅禮品包裝盒廠商，不過中小企業下下都係自家落成去做，有陣業嘅是佢自家建立起來嘅。20年前張推嘅時節，佢先到台中新人投入做印刷，一擺送貨機會，佢開始創業。我有一次到銀樓的時候，我發現說，這個銀樓的飾品盒方面，我覺得它還蠻漂亮的，所以我就是一頭就栽進這個行業。按創業當艱辛，頭下馬佢還將輪背屋下田地拿去抵押價錢。那農會貸款的話，其實也是被就是常常被笑，因為就好像說你拿了土地去農會貸款，這件事情不是一件很光榮的事情。當初欠最多的時候，差不多20幾歲的時候，最多的時候差不多將近300萬。公司開頭爭佢713年，頭到尾7種貓，故所生意單單喺度做業務路行接到嘅。有時候邊開車，那電話來的時候，我沒有辦法拿筆馬上記起來，那我就是用電話錄音起來，那我有空我就放下來聽，因為從頭到尾都是。就是前幾年的過程裡面，都是我一個人自己在做。養成錄音的習慣，對佢下後學講客有動態幫助。他自己說的話所學到的，就錄音在他的那個手機裡面錄起來，然後不懂的他就聽一下，然後遇到新的語詞，他會去問我公公，他會去問他的朋友。包括有時候我在故意跟他聊客語的時候，啊。他聽不懂，說他好像第一次聽到這個，他馬上錄音，就是叫我錄給他，他馬上錄音機說，然後他就開始這樣去練，像學日語一樣在寫早安課，哇，我就非常的感動。外頭有得落雨咯，暗夜時落雨落真大，少年親愛都離慢，嘛就心外呢。中共建用書記嘅留下來談唔係長久嘅辦法，下後技術上假如這樣高模呢，就像學英文、日文樣嘅安尼較夾。但是我找不到，那我開始落來學
歌作曲，慢慢写。第一首歌就写到1年，1年慢慢导，变做听起来还算是一首歌。廖英杰先前并无学过词曲创作，只把天天的名、天天的词捞去唱出来。我就将整首歌把它唱出来，而且它的感觉我觉得很好。只是说，因为我对音乐来讲我是袂晓，所以我就多一个朋友也晓，他有在做这个音乐，那我就是干唱给他听，然后请他帮我编曲，编曲起来还蛮像的，还像是一首歌啦。朝安寝少年梦，朝安少年有理想，做铺来寝成家眠。20头做到斯文无搭档，按不头好写词作曲，张开始夹不娘咩唔记。他只要一下班，小姐一走完的时候，就下班以后，他纸跟笔就开始拿出来，就编写。然后有些时候他有些时候他会写到做到11、2点，所以我才会跟他说，你是周杰伦还是郑经一？你做这些事情到底要做什么用？本来我做这个动作，我并不是要当歌星，我只是要学客语，我只是要教小孩子学客语，这是我最大的方向而为到学讲学来创作这样歌，又因为创作行上舞台，也喺其头下马上都冇上过嘅。对第一条歌嘅写好，那本朋友听就开始有你超级上台唱歌嘅。第一次的时候，我觉得还蛮惊讶的。我这样写一首歌，有人要邀请我去，就是客家文化节的活动，请我去唱歌，好，那我就去了。刚开始唱还蛮紧张的啦，但现在已经唱了很多次了，其实还好啦。讲话比较会紧张，唱歌不会紧张。我觉得只要他每次说想要上台，我跟我家小孩，我们就会很开心，要去帮爸爸用拿着照相机去照相。对，粉丝咯。对，是，他是我跟我小孩子的偶像。日期切做命，日期切做命，年牛来天过，年牛来天过，三夫八三病，三夫八三病，司徒父母子，司徒父母子。廖英杰一屋家人大礼拜6日都會去倫北這樣客家文化館，也係家庭日，咩學講客嘅日咧。我們每個星期6的下午都有舉辦客語教學，而且借這個機會，我馬龍會帶我的孩子、我的小朋友來這裡學習客語。那我本身我也是借着這個機會在這裡學習客語。案件之下個嘅學講客，唔到底嘅咩影響嘅規劃人嘅態度。我覺得我沒有什麼眼光啦，我只是把我目前能做的做好而已啦。那就好像當初我創業的時候，我也沒有預期說我一定就是達到什麼境界啦，就是我認真把目前的事情做好。後來小孩子在車上聽了爸爸自己唱的歌，無形中他自己有一個印象，只要 CD 那個音響一出來，小孩子就跟着哼跟着唱。那我後來也慢慢對這個有興趣，後來就是跟着他也是慢慢學客家話。現在你招音客家和一般的火羅人其實都是一樣，只有唯一不同的是你家己有家己的母語，你家己那母語攏無的時陣，其實就什麼都沒了啦。所以這個語這個舊文卡書挑少件事，不曉講。本單冇馬香港客，這個一季一季嘅客話念都轉來，和自家寫歌嘅來學，叫佢堅持嘅係，只要認真，香港客就像佢創業樣嘅，態度係錯，當家就做得到目標。